后来即摆面对着新冠病毒的疫情，全世界拢甲希望放离的疫苗，咱台湾嘛咧拼国产疫苗要来就市。问题是，咱台湾本土的疫苗，让世界各国敢要甲咱认定咧？也阁有，即摆有真侪国家陆续来推出着疫苗的护照，来作为通行证。咱台湾无要对咧做，是毋是会影响到商业活动恢复的时间咧？不管如何，即摆抗疫是进入到疫苗的阶段。感染科的医师嘛来提醒，这个疫苗毋是万灵丹，都要同时来落实到防疫的政策，才会当有效来对抗病毒。自新冠病毒预防下速度决定经济恢复的程度。虽然讲台湾头一批 A 剂疫苗已经到啊，伊毋过一直无看到第二批。若是干那做第一剂，那咧防护力敢会无够？我们一般打到2剂，要确保它的这个免疫效果。台湾目前免疫效果是否达到，其实是一个靠疫苗，一个靠我们的防疫。建议就是赶快把这个疫苗的这个覆盖率铺开来是比较重要，所以我个人是支持打1剂。国产疫苗嘛，伫拼7月份上市，若是顺利9月份，一般民众就会使注意风险。是讲国际敢有认同台湾的？希望可以建制好一个完整然后也安全的一个疫苗接种记录的系统。到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平台、哪一个国际组织、哪一个航空的业者，他们有获得授权要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做对接。注意风险是一定爱，世界各国嘛陆续推出疫苗护照作为通行证，尽可能缩短检疫时间，是咱台湾无对咧做。我们是会担忧的是说，就算打过疫苗的人他回国之后，不管是几周后会不会还是有可能在这个无症状的有这个病毒，然后造成我们国内疫情的这个再度传播了。专家表示讲，疫苗毋是万灵丹，都要配合防疫政策，安尼才有有效对抗疫情。